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7月3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1篇，以赛亚书25章第60到第10节，马可福音第6章35节到4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应许。这是人一个真基本的需求。以色列人要伫出埃及的时阵，因为无通食，大来埋怨上帝。上帝其实并毋是毋管以色列人，咱亲像讲，伊就算是以色列人埋怨上帝，上帝有缘用玛纳迄个因毋知影的物件来饲因甲40冬。虽然迄毋是甚物款的山珍海味，但是呢，也互因伫40冬久袂抵到伫夭娥欠缺。这是咱称做上帝应许的恩典，也因为伊旨意也赏赐恩典互需要的人。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到第10节的经文记载着上帝万军的耶和华，伊所准备的这个应许互以色列人。伫这个山顶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为着万民准备丰盛的宴席，上好的酒宴，有肥肉，有骨髓，有陈年的好酒。伫这个山顶，伊要将所有的人民黄面的拍，甲砍伫列国砍身躯的布摕掉。至愿上主要永远吞灭死亡，对逐个人的面切去因的目屎。伊要伫全地除去伊子民的建设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伫迄日，有人会讲：恁看，这位是阮的上帝，阮一直地仰望伊，伊一定会来解救阮。这位是阮一直地听候的上主。咱着来欢喜庆祝伊的拯救。上主的手要看伫伊锡安的山顶，旧摩押会受着吞打，若袂过伫粪扫堆互人打来打去。因为上帝听因，保护因，并且赐福互因。这个情景就亲像大笔的诗篇所写的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为着我摆设宴席。圣经中间上帝样式记载其实嘛真济啦吼。另外伫福音书的中间，耶稣基督捌互门徒伫安息日中食路边食的麦穗。耶稣基督也捌养饲5000人甲4000人食饱，因为伊知因的需要。马可福音第6章35节到44节记载着耶稣养饲众人的这个过程。时间已经真暗，门徒换过来甲伊讲，这个所在真偏僻，时间嘛真暗啦，请甲因解散，互因去附近的乡村庄舍，家己去买物件食。耶稣因讲，恁互因食。门徒问讲，阮着去买200两银仔的饼互因食哦。耶稣讲：恁有偌济饼？去看卖咧。因看了就讲有5个，嘛有2尾鱼。耶稣吩咐门徒甲众人分组，互因坐伫青翠的草坡。众人就一组一组坐落去，有100个，有50个。后来耶稣摕
迄五块饼两尾鱼，天来感谢八开，摕互文道去分互众人。伊阁将迄两尾鱼分互众人，大家拢食到饱。文道捡食剩的饼油啊，甲鱼屑啊，满12篮。食饼的简单查甫人就有5000。甲出来笏的玛纳共款，虽然毋是啥物山珍海味，但是却是互2-3万人食会饱，袂抵到枵饿。这是上帝互咱的恩典，伊赏赐互咱，补足咱上基本的需求。亲像主祷文所讲的，赐互阮今仔日的饮食，是主的恩典甲祝福。诗篇111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伫正直的人组织的大会中，我要全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爱伊作为的人拢欢喜查考。伊的作为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上主行其事，互人纪念，伊有恩惠，有怜悯。伊赏赐美牛互敬畏伊的人，伊会永远记牢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宽容的作为，将列邦的土地赏赐互因。伊的手所做的信实公平，伊的律例确实有效，永远袂改变，照信实公正制定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立永远的约。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照安尼遵行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感谢上帝怜悯阮的欠缺，赏赐恩典互阮，养育阮，互阮得到帮助。求主也好让阮成做你恩典宴舍的仆人，互阮成做帮手，互人通进入伫你的宴舍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